各位香港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清遠跨境置業顧問小張，今日帶大家雲遊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嘅性價比之王景湖花園全新精裝樣板房。呢套東向3房2廳單位，用香港一間房嘅首期就可以換108方全明格局精裝大宅，即刻跟我嘅 VR 鏡頭穿越時空睇樓啦！知你最關心返港交通，每日往返香港嘅家人注意，小區門口15分鐘車程，直達清遠粵港直通巴站點。朝早飲完早茶，搭8點班次，10點前直達旺角洗衣街、觀塘 APM。周末返港探親話咁易。我哋依家睇下呢間屋嘅戶型圖，房間係有3個，2個衛生間，1個廚房，主陽台朝東。我哋繼續睇房，先從大門呢度開始睇。呢度就係大門嘅位置啦，做咗一個鞋櫃，大門是指紋鎖，不用天天帶鑰匙。大門側邊是廚房。鏡頭帶你行入呢個34方巨廳，先睇到嘅係飯廳，可以放個6人台。客廳右邊放咗一個沙發，左邊是定制電視牆加整面收納櫃、BB 車、旅行箱，通通隱形。我哋睇下呢個陽台，東向6.3方景觀陽台，每日迎接廣東第1女晨光，擺張藤椅嘆早茶正到爆。如果係想坐高鐵返香港嘅話，樓下巴士30分鐘接駁清遠高鐵站，落香港西九龍全程1.5鐘，車費仲平過港鐵過海。大灣區雙城記即刻實現。睇完陽台，我哋再睇下廚房。名廚6.6方樹形廚房，裝上爐頭油煙機消毒櫃，就是一個廚房標配。有明窗，煮餸通風無油煙味。落樓即享港式生活圈，5分鐘到三甲人民醫院，10分鐘到省府有 VIP 產科，孕期檢查唔使逼公立醫院。到咗週末可以去開車15分鐘到萬達廣場、海底撈、IMAX 影院全配齊，5分鐘直達肉菜市場，新鮮豬牛即宰即送。睇完廚房，我哋睇下3個房間同2個衛生間。第1個房間是兒童房，3間房全帶採光。兒童房10方玩轉1.5米床加書桌加玩具櫃，或者定製做個榻榻米床。住在這裏神運可選百步梯森林公園，週末帶娃去4A 級飛來湖濕地睇候鳥，重陽登高太和古洞，感受道教聖地。現在看的是客人洗手間，客人衛生間4.3方。居然做到乾濕分離加蹲廁加明窗。睇下第2個房間。第2個房間可以做老人房，11.5方1.8米大床兩側，仍有80厘米過道，可以再定製1個衣櫃。49.8萬等於香港車位價，等於大灣區精裝3房，首期8萬，月供1700平，過租深水埗套房。最後是主人房。
主人套間13方加2.6方明窗主圍。主人房可以放一個1.8米的床，綽綽有餘，再定製一個衣櫃。房間夠放 King size 床加 BB 床。主套衛生間做咗一個坐廁加鏡櫃加淋浴間3分里，港式酒店級享受。買呢度等於將香港蝸居變度假屋，周末過嚟浸溫泉食走地雞，退休後仲可以同班姊妹開私房菜，到咗高鐵站專車接送，即刻 WhatsApp 發送 PR 看房俾我，送你獨家整理的港人清遠生活指南電子書，等你周末返來飲頭啖湯。好啦，今期嘅視頻我哋睇完啦。如果有興趣，可以視頻下方評論聯繫我，下面有我的聯繫方式，我哋下期再見。